续来看这个俄罗斯侵犯着乌克兰，全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发起着救济行动，都有人安尼做。而这个大房的网站来订房间，啊无就去住，安尼大房的费用就会当直接转入去乌克兰厝头家的户头。讲短短2天，已经有代表5300多万的交易金额。啊，《哈利波特》这本小说的作者。J.K. 罗琳嘛寄付着代票3700多万，要来帮助乌克兰的儿童。啊，有1/4乌克兰血统的影星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嘛来捐出着代票2亿8千万。伫战火中的乌克兰民众是流离失所，无厝通住，嘛无收入，全世界拢咧想办法要干斗3工。有民众发起大房网站订房间，无去住行动，这费用拢直接入去乌克兰厝头家的口中。Airbnb 创办人兼执行长切斯基伫推特写讲，到初3为止，已经有超过6万笔的注文，加190万美金，上拢是5300几万的代票交易金额。连台湾的导演杨雅哲伫面书嘛写讲，要招大家参加，有网友回应讲，收到乌克兰厝头家的回应。对方感觉真感动，一般民众有小钱出小钱，有能力更加是慷慨。有信进乌克兰血统的好莱坞的影星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，因为因外妈是伫乌克兰奥德萨出世的，所以真有感觉，所以讲捐1000万的美金帮助乌克兰，相当是2亿8千万的代票。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出名的作家。J.K. 罗琳嘛捐100万英镑，上都是3700几万的代票，为共同创办的慈善基金会，要帮助乌克兰的囡仔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初次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会面的时，后壁有摆黄色甲蓝色花，被解读是支持乌克兰。伫各方拢支持乌克兰的同时，日本公司 Uniqlo 表示讲，无应该剥夺人民对衫的基本需求，认为俄罗斯人共款嘛有生活权利，所以讲无关掉伫俄罗斯的店面。西班牙的服装品牌 Zara 加瑞典的品牌 H&M 已经关掉伫俄罗斯的门市，用行动表示甲乌克兰的难民徛做伙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